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耶利米书第35章，耶利米书第35章1到19节。和合本圣经在931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耶利米书第35章。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巴喜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难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摆设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祖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第8节。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第1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也没有答应。第18节。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以上，我们请郑牧师来讲道。今天的题目是主得流芳，
主得流芳。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也感谢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福气来敬拜你。我们想起在约略2000年前，我们在主耶稣在今天进入到耶路撒冷，是风风光光的进到耶路撒冷，众人用棕树枝来迎接主耶稣。但到礼拜五的时候，主耶稣就为了我们而受难。在这受难周的时候，我们为此献上满心的感恩，因为主你为我们的罪到这世上来，因为你的受难使我们的罪得洗清。同时今天也是我们民俗节里面的清明节，我们要追思我们的祖先，缅怀他们。我们用敬拜来追思，来纪念，求主你的灵跟我们同在。我们也要从你的话语中间来学习，求主你赏赐我们每个人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领受你的话语；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今天4月1号刚好是来的4月4号是我们的清明节，所以我们用前面的这个主日当作我们的清明追思礼拜。一方面要缅怀我们的祖先，一方面我们也要来思念他们。同时，我根据我们的教会年历，这一周刚好就是棕树主日，也就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个主日。他进到耶路撒冷是风风光光的进入，大家用棕树枝来欢迎他，喊着说：“火山呐，火山呐！”所以我们就称这个主日呢为棕树主日。在这主日中间，就有一直到礼拜五，耶稣被抓，然后被受难，后来被钉十字架，到下个礼拜天就是复活节。在今天清明追思礼拜中间，我用了一个题目是叫做主得流芳。主得流芳呢，原来是我们其实是我们孝道华人的孝道文化之一。我们常常用2句话，就是说清白传家，主得流芳。华人在有关孝道方面呢，是非常的注重，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借着他们的孝顺，能够光耀祖宗，所以他们常常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仪式也好，我们的行为也好，都是为了要达到这样的事情。像祭祖呢，也是其中的之一。不祭祖就是不孝顺的意思，就把它抓成是等号。或者是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丧礼上面非常的风光，乐队要好几个队。甚至也请了这些我们觉得非常不适合的这种跳舞的方式，在丧礼的时候，要有多少人能够参加，或者去看到旁边他们所吊的这个，一定都有总统这样一直下来，院长等等这些，只是为了要借着这样很风风光光的丧礼的时候呢，来表示他们的这个孝顺。那清白传家以及主得流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要用品德来教育子女，以品格来传承家风，使这个祖先他们的品德能够代代的相传，流芳百世，用这样来呈现他的孝顺。但是我们真的要问说，我们代代相传之下，我们有传下什么东西吗？在清明追思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提醒了2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祖先所留下来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去流传下来，去遵守呢？还有我们有没有准备要流传什么到我们的下一代去呢？我想这是一个在清明追思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清白传家跟主得流芳，它所注重的乃是一个品德的流传，而并不是说我们要对祖先的祭拜。我们常常把这2个搞混掉了，觉得是祭拜呢，反而就是代表了我们的孝道，也是代表了我们怎样子的光耀的祖宗。其实我们也从社会的知识中间，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人根本在世上的时候不孝顺父母，但是他父母过往之后呢，他们却办得非常风光的这种丧礼，好像这样子就是他们非常的孝顺，这样子当然没有办法流传好的品德下去，我相信也是不符合祖德流芳。所以我们真要问一个问题是说，我们要如何能够清白传家、祖德流芳呢？它的重点应该是说，祖先要流传的品德是什么？我们知道吗？然后我们要做到如何才算是有代代相传、流芳百世呢？我不知道我们大家能够记得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他们所流传给我们的是什么？第一代大概还记得，或是我们记得我们的阿公阿嬷，他们到底流传什么给我们吗？要是能够记得的话，再问第三个，我们的曾祖父他们所流传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经过一代、两代、三代就已经非常的困难了。我们怎么能够流芳百世呢？我们怎么能够代代相传呢？那我们在传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在清明追思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是我们只是非常表面的一件事情，最简单就是到坟墓里面去扫墓，去帮他整理，然后行鞠躬，献个花，这样子就好了？还是真正有在追思清明的意义呢？我相信我们华人的清明的这追思呢，是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在。他要我们去思想到我们的祖先所留下来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有去遵守吗？还有我们借着这样，我们会思考到我们准备要流传什么到我们的子孙去吗？这是一个很深层的一个提醒我们应该去注意到这些事情。我们要看圣经中间的第10诫中间的第5诫，告诉我们的孝顺父母，而且它是带有祝福跟应许的诫命。所有其他10诫里面都是叫要怎样不能怎样，要怎样不能怎样，是一些命令式的要告诉我们。但是到第5诫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要孝顺父母，而且是带应许，让你在地面上你能够得以长寿。那么在圣经中间，到底有没有像实际的例子在讲这个事情呢？今天我们所看的经节呢，就是在讲这个。耶利米书我们很少去看，耶利米书是属于大先知书，在旧约里面呢，所谓大先知不是讲说这个先知很大，而是他写的留下来的书呢的这种所留下来在圣经里面占的分量比较多，所以叫大先知。后面有12个小先知，不是他们先知很小，是因为他们留下的资料比较少。那耶利米书呢，他讲的这些事情里面记载的这个事情，讲到是一个立甲主的事情。这个立甲主的事情，刚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听，或者有些人有带声音有没有注意看，因为这个经节我们很少去看它。它乃是讲说耶和华神透过耶利米，要他去试验立甲主的人，请他们到圣殿来，然后给他们把这个酒斟满了，要他们喝酒，要请他们，但是他们拒绝了这件事情。为何拒绝呢？因为他告诉他们说，祖先告诉我们怎样怎样怎样，我们遵守了，所以我们不做这个事情。接下来就讲到耶和华神对这件事情的回应，他用这个事情来提醒了以色列人。同时也对这个立甲主的人呢，做了他们该有的奖赏，这是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有关这个事情。立甲主呢，他们的所看到的是他们的祖德流芳，他们怎样子的将这个祖先所留下来、所告诉他们的事情呢，能够持续的流传下去。立甲主呢，我们大概很少听到他跟以色列人的情谊到底是什么呢？在历代志上第2章55节的时候，讲到立甲主是基尼人的后代。那基尼人又是谁呢？原来摩西的岳父呢，在士师记的第1章的第15节、第16节里面讲到说，摩西他的岳父呢是基尼族的人。那后来又讲到他们基尼族的人呢，有些人就住到以色列中间了，所以看到基尼族跟以色列人呢是越来越有互动在。到第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6节的时候，那时候扫罗王要去攻打亚玛力人的时候，告诉基尼人说：“你们赶快离开亚玛力人吧，
因为你们在我们祖宗出埃及的时候呢，你们曾经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盼望去灭掉亚玛力人的时候去灭了你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他曾经得到基尼人的帮助。到士师记第4章第17节到22节，因为我们在周报里面都有写这个，你们回去的时候要看这个经节，然后去对照看是怎样。那边讲到说，在还没有祭司、没有先知的时候呢，没有先知能够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用士师来带领。有一位士师叫做底波拉，底波拉是一个女的这个先知，又当这个士师。他管理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呢，迦南王他透过他的将军叫西西拉，他去攻打这个以色列。后来神眷顾了以色列，让迦南的这军队败了。逃败的时候呢，将军就逃跑了。逃跑的时候，到一个妇女叫做雅意的这个家庭去，因为他们的家族呢，跟迦南王其实原来是有弹劾的，所以他就到那个家庭去要躲避。那个雅意呢，也接待他，然后到帐篷里面去，他也喝了水，然后就倒下睡觉，希望雅意在门口替他看管。看管之后，有敌人来说把他叫醒，他也说 OK 没问题，他就倒下去睡了。其实后来雅意呢，就拿了钉帐篷的那个钉子进去里面，从这个太阳穴的地方就将这西西拉把它钉在地上，然后去告诉以色列人，你所要追的人就在此。这个雅意他的先生呢也是基尼人，所以我们讲这些几个东西是要让知道说，基尼人利甲族是基尼人的后代。那基尼人呢跟以色列人已经有了比较密切的这些关系存在，他们有深厚的这个情谊。所以今天耶和华神呢对利甲族他做了测验，他测验是讲刚才所记载的是，他要请耶利米去请这个利甲族人到圣殿里面一个厅里面来喝酒，然后耶利米呢就去请他们来了，把这个地方都摆好了，然后也斟了酒，然后请他们来说。没有想到利甲族人他们却回答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耶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子、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聚居之地得以延长。这边讲了2件，第一个是说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原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祖先叫做约拿达，他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这个人到底离他多久，你知道吗？约拿达的名字呢，原来出现在列王记下第10章第15节。那么讲到约拿达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年代开始算起来，他是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所以这样去算起来，到耶利米的时代的时候呢，这中间距离了250年。这不是小可的事情。今天的人告诉耶利米说，我们250年前的祖宗告诉我们不可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遵守不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的人知道我们的祖宗大概是100年前说了什么吗？或者是说了几十年说了什么吗？这是250年前他们的祖宗所规定的事情，他们竟然能够遵守。为何能够遵守呢？为何他能够记得250年前的事情呢？很显然是他们代代相传下去。这边告诉他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也不可喝酒；第二个是说你不可盖房子；第三，你又不可以去撒种，不能去栽种的意思。然后你要永远住在帐篷里面，一生的年日都住在帐篷里面。你想想，那种日子是好日子吗？是我们所期待的日子吗？你不可盖房子，显然你是要流离失所；你要，然后再居无定所，再来你又不可自己做农作物，所以很显然的是，你常常必须要去用别的方式去换取你能够吃的东西，也不能喝酒。喝酒大概是对他们讲是一种能够得到休闲，能够得到一种娱乐的方式。所以看起来，他们的祖宗告诉他们的子孙里面是，大概你的一生中间是非常平淡的，你没有什么好享受的，
你也不要去期望你能够建大楼还是怎样，你会有很大的这个家园，然后你会有很多的财富在。讲的并不是说要你去光耀祖宗，你后来要赚大钱，要做大官。他们的祖先不是告诉他们这样，告诉的乃是一个非常平淡，不是我们一般人在追求的。250年前所告诉他们，这些子孙们怎样，他们接受的这些。因为他继续告诉耶利米说：“凡我们祖先祖利甲的儿子耶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耶拿达的话，照他祖吩咐我们的去行。”我不知道你看了这个利甲族，他们接受这个测验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对你的感受是如何？当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我们要缅怀我们的祖先，我们要追思他们，追思什么呢？缅怀什么呢？难道不是一个他们好的品德？我们感谢他来告诉我们，然后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可以去遵守。难道不是他一个美好的信仰流传给我们？难道不是一些好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值得去继续告诉我们的子孙吗？但你想得到的是多久的事情？你能够想到是250年前的教导吗？就能够继续遵守下去吗？所以我们看到呢，利甲他们真的是利甲族的人，他们真的是祖德流芳，他们如此的遵循祖先的品德跟遗训呢，真正是做到了祖德流芳。我不知道我们能够将祖先所留下来到底能够持守多久？今天刚好是受难日。受难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到主耶稣他如何在约略2000年前为了我们而道成肉身之后，然后就后来光荣进到耶路撒冷，最后被钉十字架。这是发生在约略2000年前。我们为何能够这样流传下来呢？因为我们心存的感恩，所以我们就将这流传下来。经过教会的仪式，经过教会中间常常的提醒，经过圣经的话语一直在提醒我们，你要有感恩的心，你才有办法能够将一件事情持续的下去。我们从主耶稣升天之后，我相信从初代教会就开始，因为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告诉我们如何去守圣餐等等这些呢，藉由这个每个主日的敬拜，藉由圣经里面的教导，藉由祖先他们所留下来的，我们整个仪式中间，我们就持续的某一个仪式在，心存的感恩，你才有办法这样子做。我们要将我们的祖先他们的教导，他们好的品德要能够留下来。如何能够留下来呢？一定是你心存的感恩，你纪念着他们，你认为他是一个好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把它留下来。所以这边要问我们说，祖德流芳它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并没有这样子。耶和华神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中间经有了很多个神的很多的神迹，包括过红海，包括在旷野40年，他们都没有饿死，都有的吃，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穿破等等，这样子接受了很多个严厉的这种考验，不管是天灾地变还是怎样，他们都活下来的，而且过得很好，是几百万人，只有神可以做到这样。但是神一直在告诉他们，你不可去拜别的神，你一定要持守这个摩西所教导你们的。但我们看到他们一再的悖逆，犯罪，然后又回答，又犯罪，又回来，只不过是40年而已。40年中间，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呢，一天到晚看着他们是这样子的事情在发生。在这边的时候，所以神非常的感慨的告诉他们说，利甲族的子孙呢，他们遵守了不喝酒，直到今日，但你们却不听从我。利甲的子孙，他们吩咐，但是你们却不听从我，百姓不听从我。你要是神的话，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一定会觉得神是心里面充满了感伤在。我怎样子的帮助你们？
以色列民族，我怎样的带你们出埃及，我怎样的施恩典神迹在你们身上，然后一再的告诉你们，我给你们都是承诺，都是为了你们好，但是你们为何不听从我呢？从利甲族的，让他提醒了以色列人，利甲族250年前祖先所讲的话，他们就遵守了。而这祖先讲的话，还不是他们要过得非常的风光，而乃是非常平淡、居无定所的这种情形之下，他们仍然遵守了。神的心意呢，原来是要他们能够听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主的流芳呢，乃是要透过这样敬畏神、听从神诫命的人，流传创造宇宙万物神的教导，而不是依自己的选择。很显然，利甲族的人，他们不是只有讲表面这几句话，你们不要怎样，你们不要怎样，因为他们后面呢有告诉他们一句话，就是说，以后你们使你们的日子在聚居之地得以延长。他们知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是会带来这样子的结果。以色列人不知道吗？以色列人当然也知道，他们遵守会这样，不遵守会怎样，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原来是他们不敬畏神。当我们把敬畏神当为我们最优先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知道，我们祖先所留下来是敬畏神的，是因为敬畏神而产生这正确的这种教导的时候呢，你就会要去遵守它。所以这边提出的挑战是说，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吗？祖先留给我们，难道是我们要赚大钱、做大官吗？赚大钱、做大官是一般人所追求的。你可以想想，他是为了什么？他都是为了自己。赚大钱、做大官，或者是自己的子孙留下去，从来没有去为了外面的人到底是如何。这难道是我们的价值观吗？我不知道我们留下来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个有意义的生命出来呢？记得我在49岁的时候呢，1997年的时候去读神学院，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毕业，抽签抽到澎湖去，那时候已经是52岁了。那我们现在的人差不多都在50到60岁之间，大部分就会退休。我们同学也有人退休了，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在52岁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也渐渐在退休，为什么我们这个同学呢，还跑到澎湖去，还做一个什么号称什么叫传道的，是什么？他们就想去了解。有一个从美国回来，就找一个在台湾的，还有一个是从香港的，3个人跑到澎湖去看我，然后在那边住了1天，然后我们就互相交谈，然后到处走走。要走的时候问他说：“你们今天来看的结果是怎么样啊？”他们告诉我，他们说他们觉得很感慨。他说我们这样子忙了几十年里面呢，我们发现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在忙，为了自己的福利，为了自己的子孙，所有的想要都是自己的，要赚大钱干什么？但是我看你在这几天中间有人打电话来，会有打电话，你就说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下还是怎样？我看到你的生活现在已经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你的会友为中心。你去关心了他们，你去传扬你的福音，把神的道理告诉他们。我没有想到他们想象这么多，这么的深入。我只是想说，我要去传扬福音。但是后来想到，原来传福音不是只有讲而已，你要将它落实到里面去。落实就是一定会去关怀你的这些会友们，有任何大小事情，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去关心他们。这是他们认为我的价值观已经更改成为是这样，不再是像以前那个商人，一天到晚为了努力要去赚钱，想什么花招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很好的推广，还要什么，就是以前想的都是这些，但现在跟我想这些，我都不回应他们，也就是谈的都没有意义，我已经不在这上面了，反而关心的是说，我们的会友是怎样，我们哪一户怎样的，你知道，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是怎样，所以呢，他们很值得我们去关心他们，讲的有关都是这方面。他现在发现到他对我的觉得我的价值观不一样了，确实也是这样。当你更越深入到追求上帝的国跟他的义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到你的价值观会完全不一样。你不再是为了赚大钱
你要做什么大官等等这样，你反而是要容神益人。容神益人，要是我们的祖先都是一个容神益人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就更能够明白，你就更愿意将这样子去流传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当利甲主唱的时候呢，神给他们有了报赏，神告诉他们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神给他们的祝福是怎样？你要是遵行的叫约拿达所做的事情，你就永远在我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在诗篇26篇23篇的第6节，诗篇23篇我们大家都非常熟。他的最后一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为何诗人大卫他想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因为那是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在诗篇27篇的第4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你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是什么呢？84篇的第10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你的殿里住1日，胜似在别处住1000日。宁可在我的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耶和华神给利甲族他们的祝福是怎样？你的子孙们永远要侍立在我的面前，你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你要成为一个蒙福人，要是我们的祖先所流传下来是一个非常正确、合神心意的遗训，然后我们去遵守的话呢，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能够敬畏神，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这边特别强调是说，祖先所留下来的是正确的遗训。我们祖先有没有可能留下是一个不正确的呢？要是他们没有很正确的这种价值观，是有可能会留下像这样子的。我也曾经听过有的教会，他离开的原来教会是不分裂出来的，然后第一任的牧师要走的时候，已经要离开他的位置的时候，还告诉他们的这些不好的历史，然后说，所以你们永远不要跟原来那间教会有来往。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示范的例子，让我们去看到有没有可能留下一个不好的遗训呢？有，不合神心意的就是一个不正确的遗训。所以我们在主德流芳里面呢，我们在追思的时候，我们并不代表说所有的祖先所留下来的我们都会去遵守。我们应该，特别是我们是这一代的人，我们要过滤旧祖先的，然后要流传到我们下一代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将这些所有的遗训呢，过滤成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再加上我们合神心意的这些有关的好品德部分呢，来流传给我们的祖先。这是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应该去思考的部分。你要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话，自然会让我们去敬畏神，让我们能够蒙神的祝福，侍立在他的面前。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你如何来过清明节呢？你知道你祖先正确的品德是什么吗？你要如何能够代代相传呢？你如何能够代代的流传下去呢？利甲族的人，他们将好的品德250年前所讲的流传了下去。我们教会里面将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我们经过1000年之后，还继续的流传下去。在我们每个人的家族中间，清明节的时候，你到底有知道了我们有什么好的品德可以流传下去吗？要是没有的话，至少从你开始也是一个应该要值得我们去做。所以第二个问题在告诉我们说，作为一家之主的，请将你祖先正确的品德列出来，以清明、扫墓、追思的时候，告诉子孙，并勉励遵守，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敬畏神、侍立在神面前，能够清白传家、祖德流芳的人。我们中间大部分都是一家之主，没有的话，你也是成为一家之主的帮助，或者以后也会成为一家之主。我们既然承接的我们的祖先所留下来，我们又要传到我们的下一代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清明节的时候，盼望我们过的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清明节，是一个放假的清明节，是一个只是表面上去扫扫墓而已。
你曾经有坐下来过，利用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家里人都回来了，能够坐下来好好的思考吗？我们的祖先曾经留下我们是什么吗？是不是应该有过滤，然后好的留下来，我们再加上我们自己认为好的部分，然后能够继续流传下去啊？那我们的清明节才变成是一个有意义的，追思才成为是一个有意义的。就像我们在纪念着主耶稣的受难一样，常常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是如何的软弱。我们才因为软弱，所以主耶稣才要到世上来为我们受难。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你要如何回报呢？你就是将你所领受的爱再去传给别人。你要做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我相信这样，我们的清明节过了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清明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过一个有意义的清明节。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透过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之后，又流传的让人类如何能够延续下去。你让每个人都有父母，他们生我们、养育我们、教导我们、带领我们、保护我们。所以在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就来追思缅怀他们，感谢他们以前所留下好的品德。但我们更盼望这些好的品德是从神而来的，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敬畏神，让我们能够得到帮助，让我们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的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求主你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缅怀我们祖先的时候，我们能够重新去思考，将那好的部分留下来，再加上我们认为应该可以来成为我们子孙的帮助，就把它建立起来。让我们过的是清明节，是一个有意义的清明节，就像我们从圣经是几千年所流传下来的，让我们继续得到帮助。就像今天所看的利家族，他们遵循了250年前祖先所留下来，主你就给他们一个祝福，要他们永远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在过我们的清明追思的时候，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清明追思的日子，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子孙的帮助。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新的诫命来成为我们再次的誓约。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